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当我们信靠耶和华、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的公义、怜悯、慈爱就会在我们的身上。最后一个是，我们要以上帝为乐，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当我们在面对冲突，因为我们发觉冲突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代表着喜乐已经不在我们的心里面了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腓立比书4章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来，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，你们要喜乐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这样说：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是上帝的命令，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的祷告，要凡事谢恩。所以我们在这当中，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以上帝为中心。我们要以积极